發藝狂歡，今年法國5月藝術節帶嚟一系列極盡視聽之餘嘅節目，一齊為藝術狂歡。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畢加索與亞洲對話，展出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同 M+ 嘅藏品，開啟大師畢加索同當代亞洲藝術家跨文化、跨世代對話。大提琴家哥提耶卡普桑以非凡魅力詮釋蕭斯達高維薛協奏曲，呈現豐富多彩管弦樂音色。流浪者三重奏來港首演，演奏貝多芬三重協奏曲。唱作人莎拉蘭克曼夥拍爵士鋼琴家張貝芝送上巴黎琴韻。爵士小號手艾力克特魯福將演繹最新作品，以獨特風格向傳統爵士樂致敬。香港歌手馮允謙同法國唱作人喬伊斯喬納森攜手演出，帶嚟細味令人心動嘅樂章。無涯之軀精妙結合極限運動同雜技，以優雅流麗嘅肢體動作展現法式舞蹈詩篇。香港芭蕾舞團呈現浪漫巴黎經典作《吉賽爾》，愉悅生死嘅人鬼之情必定令你深深着迷。由香港法國文化協會製作，克萊爾及安東尼製作，名媛一線結合投影、舞蹈及戲劇，分享佢哋嘅成長之旅。幻夜舞會將喺大館檢閱廣場帶你進入啟發自雷諾亞及德加畫作嘅奇幻世界。法國5月美食會，從法國直送嘅美酒佳肴，帶你醇享法國的味道。法國5月電影節目精選影片，涵蓋各種藝術形式，細味經典之作。仲有 Happy French Wednesday， 邀請你享受賽馬活動同美食佳肴。法國5月無所不在，密切留意我哋嘅節目，一齊發藝狂歡。